你以為18歲已經大個啦咩？錯啦！科學研究話俾你聽，大腦嘅青春期其實一直都持續到32歲。最新嘅研究係劍橋大學去掃描咗4000個嘅人嘅大腦性嘅關鍵轉折點。第一個階段係0到9歲，呢個期間呢，大腦呢係喺一個斷捨離嘅狀態。9歲之前嘅童年期呢，呢個時候大腦其實都慢慢喺度變緊慢嘅，因為大腦喺度進行緊突觸修剪，佢忙住去修剪多餘嘅神經連接，去為未來嘅精密化做準備。第二個階段係9至到32歲，呢一個階段係大腦一生唯一效率突然間飆升嘅黃金期，所以呢，你所謂嘅青春期其實一直都要持續到30歲出頭㗎。第三個階段呢，就係32歲到66歲，呢一個係智力嘅巔峰期，係最長嘅穩定期。雖然呢個運作可能變得慢，但係呢個係你人格同埋智慧最成熟、最巔峰嘅階段。跟住係66歲到83歲，呢一個係進入初老嘅階段，區域之間嘅聯繫就會變得更加少啦。第5個階段係83歲以上，核心嘅老化，呢一個階段係最後嘅一個轉折點，大腦會出現更加明顯嘅老化信號，某啲嘅核心嘅區域咧可能會變得負擔過重嘅。所以咧，科學家咧就話搞清楚呢5個嘅階段，就可以幫我哋提前去預測心智或者係精神病嘅健康。你而家幾多歲呢？計一計，你而家喺度處於大腦邊個嘅階段？留言話俾我知啦，拜拜。